距離廣交會開幕仲有3日，展館內外車水馬龍，各大展商嘅參展貨品已經進入最繁忙嘅運輸同安裝階段。有專注大件派送嘅物流企業已經提前做好部署，增派人手，全天候不間斷進行貨物運輸及保障工作。20多個展位，營銷人員，我們是目前佈置了100多個。第一，我們會提供上門接貨；再就是有的客戶貨量會提前到達，我們也會做提供7天的那個免費保存服務。我們的物料現在已經都準備了很多了，箱子我們都準備了1000多個。以我所在嘅19.1展館為例，呢度有超過550個展位，每日嘅平均大件展品運輸量超過1萬件。從舊年開始，廣交會同步設置咗場內駐館搬運服務，解決咗展品運輸過程中嘅規範化、安全化、合規化問題。大概有4000多方的展品。然後我們展訊達呢，作為駐館服務單位，我們也跟相關的物流公司、物流龍頭企業合作，從展商跟廠把展品配送到展位的最後100米服務。位於海珠區輪頭嘅呢一間物流企業，亦都進入配送繁忙階段。站點負責人表示，廣交會一期以智能製造、智能家電為主，相應品類貨量增幅較大。一啲電動車同埋一啲五金類嘅係會增長比較大嘅，起碼增長咗80%左右。我哋片區咧組織咗一個10幾人嘅一個飛虎隊，咁啊去全力去保障呢個廣交會一個收件啦，同埋嗰個派件嘅。既嗰個國內嘅陸運咧係去到一個8折嘅優惠，國內嘅物流咧去到一個9折。國際件咧我哋都會相應去作出一個最新嘅優惠政策，去服務到廣交會嘅客戶嘅。